年前开始哦，病院急诊的病人就塌低，过年后是愈严重。急诊的病人哦，爱等几啊天才有病房通住院。伫前以来，护理人员流失是真严重，卡手无够问题嘛，一直都无法度解决。台湾急诊医学会就发出化救人的声明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特别请一安来为咱分析讲，咱台湾的急诊医疗目前是拄着什么问题？解破新闻，我是志安。今日解破新闻，继续来看这流感疫情，即马是继续咧传，诺罗病毒嘛开始咧流行，去领着甲关着的人侪嘛造成讲即马全国大大小小病院，这急诊人是塌低。虽然讲这卫福部长是已经赶紧来开会，讨论出第期的三大对策，来呼应台湾急诊医学会建议。其中就包括提高急诊的病床分配比例，佮加强大众这分级医疗的观念。不过，这医学会嘛提醒讲，会造成目前这医疗的问题，上主要原因，毋是讲这轻症类流感、诺罗病毒，这轻症的人受过济，颠倒是长期以来拢咧欠病床，佮欠医护人员。这问题若是佮长期以来拢无解决，恐惊着愈来愈多护理人员的离职。这台湾的医疗系统嘛，总有一天恐惊对方。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根据这护理师工会统计，都会发现讲，这护理人才离职都到15%，是甘愿转读去卖厝、卖保险做中人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讲，咱台湾对护理师的工课待遇是一直拢无改善。继续来看一份这招财网站的调查。普遍认为讲，这护理师离职原因第一名，就是薪水低，受到75%；，过来就是薪水加收慢、加收少，嘛有超过60%；，过来护病比例悬，到病医甚至是讲一个人上济就要顾到20个病人。这护理师咧欠人，一个人就要做几啊人份的工课，工课过了欠下手。平均呢，这护理师对家己工课满意度，嘛，干那只有46.7%安尼尔。这就在网站顶悬，要招护理师的课，都超过1万个，到打是招不满。所以，伫咧嘛爱提醒各位观众朋友，爱珍惜咱的医疗资源。小病是有社区的病院，甲诊所会上先看，莫直接就走来大病院，加强咱医疗分级的观念。一步一步，互咱的医疗系统迈当愈来愈进步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从镜头到灯后主播。